大家好，強敵襲來真係越嚟越難打，全開發機唔 SP 化、SSP 化，武裝等級唔夠，真係會打唔入。今次用呢個全開發機常駐 UR 人陣都有返咁上下要求，大家之後分配資源升機真係要事前規劃得足啲。睇返嗰陣，一隊突破力 SSP 化神 FA 獨角獸係必要，一部係反擊盾，另一部坦度驚人，缺一不可。另外3部機基本上都係現時開發機嘅主力嚟，有升貴冇升錯。2隊堅牢，今次雷射武器為主，落重高達 High New 一定冇錯。另外2部流星號夠厚血，喺後期可以頂到一下，而且又有大範圍 map 炮，絕對值得落。潘尼洛普再次係輸出主力。機師除咗今期嘅阿寶之外，其他都係經常出現嘅常駐人。如果你冇今期嘅93阿寶，我會建議你抽一隻，因為無論機定人都非常優秀，好值得入手。如果你想流轉，出一個2防人都得。咁我哋開始啦。呢關嘅打法係清晒啲 MK 機先，2部重高達可以遲一步處理，最後先殺 boss。第一回合盡量清晒前排小兵，左邊由於係輸出主力，所以除咗部 God 推前一格之外，其他機跟我打法嘅企位就可以。如無意外， boss 會主動行去右邊。そこをどけ！そこをどけ！はず鳥たちは美しい声で泣いたけれど姫様の心は開かない。ペルセットは今日も急食らうがよい。右邊要負責拖住隻 boss， 重高達開防技，準備防禦支援。隻 boss 有4回攻擊，流星特質 High New 開晒所有技，應對佢嘅所有攻擊。佢哋亦都會喺呢一 round 被擊殺。其他機嘅企位可以參考我嘅打法。潘尼洛普殺完一部機之後，向左邊隊伍嘅方向行過去，準備一陣幫全隊回 EN。2月解放！落ちろ！ここで手間取っては大丈夫。皆さん直撃させる。敵方回合，左邊唔需要開防禦支援，神用先攻技擊殺小兵，右邊跟程序行就得。
第二回合，重高達開回避技，企上部 MK4 前面，流星無證，開回避技，行到最左邊，待機就得，唔好打。呢個回合先處理全裝 MK3 同 MK3，支援型 Double O Racer Wing Zero 開回避技，企到最遠，打部全裝 MK3。Double O Racer 要留支援技，FA 獨角獸開防技，預備一陣防禦支援。潘尼洛普開加攻技，擊殺部全裝 MK3。ここからさ姫様は今日も寂しくてと思ってことを過ごしていたの。鳥たちは美しい声で鳴いたけれど姫様の心は開かない。コルセットは今日も窮屈で憂鬱で鳥たちは私の邪魔をするな。姫様は泣き方も笑い方も忘れたまま髪を溶かしているだけ。やがて山の彼方から聞こえてくる神開防禦技，配合 Double Racer 支援，上 debuff 落部 MK3 度。潘尼洛普攻擊型 Double O Racer 集火部 MK3，擊殺左邊部 MK3 之後，就打右邊嗰部。外れたらな。敵方回合，只要己方機體唔爆，防禦支援盡量留嚟擋 Boss 同 MK5嘅攻擊。第三回合優先擊殺 MK5，兩部防機開防技，機體可以分散少少企
企喺可以食到回血同回 EN 嘅範圍就得，咁樣可以將從高達 MK2 嘅 map 傷害減到最低。因為呢個回合會殺埋部水瓶座高達，所以支援機可以企偏咗少少，武裝可以打到晒從高達 MK2 同 boss 就得。今だ。私にも何かやれることはある。各員は周囲に警戒を。終わりだ。このままでは終わらん。仁義は通す。第4回合
由於呢個回合開始 ，Boss 只有一回攻擊，所以可以先用防機進攻，上 debuff 落佢度先。God 比較多血，所以企到最前。殺咗部重高達 MK2 之後，攻擊型 Double O Razor 開回秘技，打部 Boss， 潘尼洛普就喺安全範圍輸出。もう逃さん。終わりだ。敵方回合跟流程走就得。Final turn 上 debuff 全力輸出，擊殺部 boss 過關。当たれ。今日段片就到呢度，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個 channel，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